川普公布最后期限，要求伊朗伫台湾时间7八早起8点进前开放荷姆兹海峡，若无就要甲轰炸甲变成地角。国际油价继续起，经济部表示会先加强调会，确保供应，因若受影响的油船卖改变水路。行政院公布民生安定专案，强调9月进前袂起电价，因若加速加天然气4月嘛袂起。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中东的战争进入第6礼拜，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提出上新的警告，要求伫美东时间初7暗时8点，也就是台湾时间的初8早起8点之前，要开放荷姆兹海峡，若无就要甲轰炸伊朗，互伊朗变成地角。不过，这已经不是川普头一届安尼威胁伊朗啊！伫咧美东时间3月2日，川普就喊伊朗伫48点钟内要开放荷姆兹，若无就要毁掉伊朗的发电厂。经过2天，川普就讲甲伊朗有对话，所以这攻击行动是要到前5天到3月28。不过，伫咧3月26日时，川普阁讲应伊朗的要求，所以这行动又阁要延长10天，这回总算要拍板。无，伫美东时间4月初5，也就是顶一届期限咧要到期的时，这川普是搁一届发出最后期限，也就是咱拄则讲的台湾时间初8早起8点，进前就要开放荷姆兹海峡，也即回间真正是最后期限，大家嘛是等咧看。美国总统川普初5伫社群的上新大文讲，伊朗爱伫美东时间初7暗时8点前停止封锁荷姆兹海峡，若无要甲伊朗的发电厂这基础设施绑架，那亲像人间地狱。这是川普至少第4届对伊朗提出开放海峡的最后期限，一个开始是3月2日的48点钟内，尾仔就一直前延。另外，川普伫大文使用辱骂的文字，搁写俄罗阿拉真主的文字，地区各方一直批评。路透社报道引述批评者的话讲，甲军事行动、甲宗教的语言做连结，都那亲像用宗教来美化攻击，除了违反美国政坛的习惯，嘛无符合宗教祝福应该爱祈求和平的原则，也佮用其他宗教的字句，显示对其他宗教的无尊重。He also seems pretty furious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this war now in its 6th week has not been as clean and easy as he expected to begin with. And this is a war that started as a war of choice, but now has turned into a war of necessity because without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this critical choke point, there is no way the president can frame this as a win. And because the Iranians are not capitulating, his frustration seems to be building up to a level that he is lashing out rhetorically. 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面对川普的威胁，伊朗是完全无咧惊，若无拍算要落软，这态度是大愈硬。讲美国若攻击基础设施，安尼伊朗就会拍转去，甚至阁继续轰炸以色列甲波斯湾国家，造成伤亡。美国总统川普自3月2日以来，几啊摆来来回回对伊朗下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封锁荷姆兹海峡。初5伊伫家己的社群媒体发文，也将伊朗的电厂甲桥梁列为轰炸的目标。对此，伊朗外交部的回应是，因会用因的方法来对付因。Iran's reaction would be one of reciprocating any such attack. Our armed forces have made it clear that in case Iran's infrastructure is attacked, we would react in kind. Our armed forces would target any similar infrastructure that is owned or in any way or manner rel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contributes to their act of aggression against Iran. 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威胁攻击桥梁、发电厂等关键民生基础设施是犯罪思维，甲公开煽动战争罪是将全体伊朗人放伫危险的环境。伊朗也向美国民众发声，这场战争冲突是美国政府家己选择的战争。美国最近针对川普的抗议活动，就是美国民意反对暴行，甲战争罪具体证据。伊朗这2日也连续空袭以色列，初6透早飞弹飞过特拉维夫，空袭警报响起。
约旦河西岸的西伯伦也看到飞弹飞过时影，车5班的飞弹攻击，虽然多数拢互以色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不过又有闹高的击到北部城区开发人口密集的主题区，造成9个人受伤，3个人失踪。搜救人员透暝伫庄仔厝下中来找找。另外，科威特境内的电厂、海水淡化厂、甲燃油厂也传出遭到攻击受损的消息。另外一方面，以色列是继续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攻击。以色列表示，攻击目标是真主党据点。各地空袭进前，先对这栋建筑发布特例通知。虽然安尼，也是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几10人受伤。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巴基斯坦做公亲，这美国甲伊朗敢总算有机会来达成协议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因双方是拢有收到一份停火协议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真有可能伫初6就会来实施。根据得到的消息，这个方案是巴基斯坦提议的，按算分作2阶段，先停火，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了后双方再搁伫15天至20天以内达成最后版本的协议，其中就包括伊朗袂有核武。不过目前传出讲，伊朗迄边是无同意要先来开放荷姆兹海峡。中东战争也未收煞，这国际油价是继续起。即卖一桶油的价格是已经超过110块美金。咱的政府表示讲，会先来加强调货，维持市场正常供应。也若受影响的油船，嘛会先改变水路。伫韩方阁落大雨，透早天都还未光，美国芝加哥一间加油站已经开始排队，因为就伫美国总统川普下最后通知了后，国际油价又搁大起，当地自然假是举办免费的加油活动。I mean, it's high. It's been the highest it's been in a minute, you know. But I mean, luckily someone's doing something right now, you know. 民众排队超过3点钟，对于物价感觉真无奈。切啦，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国起1.4%，一桶冲破100美金。西德州原油是达到113美金，无少人是叫苦连天。You know what I'm saying? They ne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It's just overwhelming.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Who we can blame for this? We blame Trump for this. Trump was supposed to get down the prices and everything, but he jacked them up. And it's terrible. I don't know when they're going to come down, but hopefully they'll come down one of these days and soon enough. 全球原油欠货大起情形严重，石油输出国组织加油盘国 OPEC Plus 提出对策，代表性的同意提高5月每工石油产量20.6万桶。不过，荷鲁兹海峡当地封锁，外界预测恐惊增产幅度有限。台湾同款面临冲击，虽然这礼拜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拢无调悬，不过为2月28专案平稳机制开始，预测中油拢总吸收超过90.6亿，同款财务压力沉重。目前我们过去有许多是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哦，那我们也努力的从改变这个运输的方向，从红海这边出口，或者是采购现货的方式来补足，这个安全存量都在140天以上。经济部加强调度，维持市场会当正常供应。另外，针对航空用油，交通部嘛照规定启动补助，目前以国内航线为主，希望全力会当维持市场的秩序。记者采访报道。中东的战争影响原物料的供应，行政院伫咧今仔日公布民生安定专案，要针对稳定物价、确保供应、查贴关价这3大方面来进行。经济部表示讲，会先协调中油甲大陆来稳定原物料的产量，拍拼增加产能。那农业部的部分是针对肥料甲农渔用油，依照目前的机制来提供补助，进行安定的措施。另外，卫福部的部分是掌握医疗器材产值的来源，这部分在经济部嘛来协助媒合，确保讲这医疗器材用的塑胶原料会大声供应。也交通部的部分是启动航空用油的补助，目前是先以国内航线为主，也为着要稳定国内能源价格，4月至9月这电价是暂时袂起的，也若雅士甲天然气4月嘛袂起价。汤可能要跟这个放在一起哦，好，节省一点哦。黄记记的两年参试过啊是两个册，因为塑胶袋啊资源的影响，面店啊头家无奈讲，即马塑胶袋啊是有钱嘛买袂到，只好欠欠啊用。前天我太太去买，结果挂在摩托车上，出来整包不见了，被人家偷了。毛店头家讲，虽然定期叫回中盘商还佫有库存，目前暂时无影响，不过也是烦恼时间一个久会叫无回。
我们的厂商是跟我讲3个月之内都供货正常了。3个月以后就不知道了，怕长期会供不上这样子啊。像我们明天有接到通知，我们会去经济部开会，会把我们一些状况让我们的长官知道。美国伊朗的战争带动国际油价加原物料价上大起，台湾石化制品加医材原物料原来受冲击。行政院初六召开民生安定记者会，要为平稳物价、稳定供应加强化稽查3个面向同步来进行。针对查缉不法囤货，也有提高绩效的专案行动，地检署已经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络平台。截至4月5号为止，刑事案件部分已经有他案2件，平台行政作为的部分访查总计有880件，稽查部分有60件。总共940件，目前均查无异常。嘛，各界关心石化塑胶制品的供应，顶手中油四轻已经提早开炉，有希望带动产能提升。4月会当增加生产差不多1.9万吨，5月佫增产差不多3万吨，佫加大塑的产能，4月一期总产量会达到16.9万吨。以协调20家合作塑胶加工业者，增加生产供应12.5亿个1斤的塑胶袋。国内塑胶材料抢市，连带包括医疗器材拢有影响。对这代志，4月署表示，卫福部有建立因应中东情势供应平台，第2窗仔口，通协助相关业者。同时，经济部产发署嘛提供销价协助，确保国内厂商经营无问题。我们评估起来，每个月需要的是1138公吨的塑料。这个部分都已经由产发署协助之下呢，优先供应，让国内的药品、医材相关的供应不予匮乏。卫福部嘛针对需要增加经费，有健保安全准备基金新台票200亿支援，并对业者提出计量问题，通做研究。记者采访报道。进前海巡伫台南闸门溪口附近的海岸发现一只船仔，经过追查才知影讲，原来是一个通缉犯，走去中国18年，即阵是搁要偷渡返来台湾，测试已经伫家人掠着人，专案移送检方侦办。台南闸门溪口附近海岸顶日出现一只不明动力小艇，迄当时海巡署检判，亲像是海上漂流物。经过多日追查了后，海巡署公布原来是一名潜逃中国18年的南国通缉犯，偷渡返来台湾。在4月4日，于基隆地区查获这名非法入境的李姓犯嫌。根据调查，这名李姓嫌犯在18年前因为改造枪炮案，在通缉前搭机潜逃中国，全案在讯后已经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台南地检署。海巡署说明，南部分署3月25日到4点外，伫闸门溪口西方5.8个海里，侦测到一个可疑目标。半点钟了后，赶去现场船顶无看到任何人，不过无排除任何可能，遂启动烂济部署，也通报警方展开环济扩大搜索，搁公布保全证据，小艇无以废弃物处理。其他案件细节，徛伫侦查无公开，无方便对外公布。最近几年，定团中国就进出偷渡来台案件，其中以2004年中国查甫人黄宏勇驶快艇伫弄淡水河入境，上受到关注。想回去吗？我会回。你爱台湾吗？爱台湾。验过黄宏勇服刑期满，以上收容届满152日上限了后，因为受限两环情势无法度顺利遣送，以收容代替出婚伫台湾生活，也接受网络媒体专访讲偷渡的过程。搁较有一名为厦门收水偷渡到金门的中国姓杨梦清，伫收容代替出婚期间走去环岛抛出影片，拢引起争议。依法做成收容替代处分的中国偷渡犯约10多人，移民署均持续掌握他们的在台行为。当事人如在收容替代期间违反相关规定，移民署可依法以新事由再予收容。移民署表示，目前会当伫法定授权范围内对违规的中国偷渡客实施搁一摆收容。陆委会指出，后续会尽速依序修正移民法甲两岸条例，和境外人士收容法制一致，避免形成国安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全台湾11个县市的城镇轮成演习，要配合汉光演习，从4月演练到8月，分阶段进行，嘛会加入基础设施的防护。另外，这回嘛是头一届要加入无人机来协助运送物资。警报声响起，先车来去去，台北市街路时变得安静。相对轮成演习主要演练灾害抢救、严正民防、灾防体系执行能力，今年更加会配合汉光演习。
在今年4月份会配合汉光的兵推，会有中央联合应变中心的演练，有4个县市政府参与共同的一个演练，在这段期间内有6天的3阶段。汉光兵推4月11到20进行。根据规划，新北基南高雄屏东4县市会伫13到14、16到17、20到21配合中央的联合应变中心演练，辖区内1/4的关键基础设施拢会加入。汉光12号是兵操演8月登场，到时也会头一摆实施跨区协同演练，全台11县市的城镇轮成演习，为4月一路演练到8月。为了应应新形态的军事冲突，下头一摆伫嘉义县、屏东县检警无人机协助物资运送。在电脑兵推的时候做重复的话，其实军民双方可以做有效的结合。无人机运出来，它一定是运送小批的物资，好，比如说用大型的4轴的旋翼无人机去运送，譬如说救灾物资或者说医疗品。政府继续强化军民整合应变能力，也毋过强军一直有动作。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伫无任何说明之下发布飞航公告，为3月27到5月初6长40日物流包含上海以北甲以南的经海空域，包括黄海甲东海海峡等国民分析。中国可能是要反制4、5月这段期间美日韩可能会进行的军演，呼吁国军爱注意强军动向。记者综合报道。换来看，咱海军的敦睦舰队，当年是拢会进行远洋航行的训练，今年嘛是让8档了后，搁一届通过巴拿马运河，按算后一站会到咱伫中美洲的友邦贝里斯。巴拿马运河监控点影机，当地时间初3暗时，翕到5国敦睦舰队3只军舰小连续通过运河的画面，会当看到海军的官兵徛伫咧甲板，看岸顶咧作业。这嘛是让了8档。敦睦舰队搁一届通过巴拿马运河。过去敦睦舰队捌伫2003年，也搁有2018年2摆通过巴拿马运河。军本社完整记录，咱的军舰入去船门了后，透过水道灌水、甲漏水的方式升降，顺利入去加入比海过程。这届敦睦舰队执行的是航程较远的航次，或者是大敦睦，由空定级巡防舰德化舰。新攻击巡防舰甲飞舰，也搁有弹补给舰、攀照舰组成的。参与的官兵差不多840人，2月底出航，6月中旬会返来台湾，估计航行差不多112天。3月初10，敦睦舰队就到第1站太平洋的友邦马绍尼共和国，刷落来就要去中美洲的友邦贝里斯。川普第2任期上任之后，要求巴拿马重新管理这个运河的事宜，避免中共借由运河来掌握各国的这个海上运输的这个枢纽。远航训练可以同时让舰队的指挥官以及舰上的官兵熟悉远洋的航行，那对于后勤补给以及应对各种海象的变化都具有战术训练的意义。专家讲，敦睦舰队今年通过巴拿马运河，有外交也有地缘政治连结的意义，卖当向国际展示咱的海军具备跨海洋航行甲远征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东京的萨库拉当咧大开，不过今年受到中东战争同火碰中等因素影响，欣赏萨库拉的人是比去年减真侪，但都有愈来愈侪人选择就近家己去赏花。日本东京行到2大赏樱花的观光景点，3月底就是进入樱花大开的季节，时间比去年早2天，甲永年的平均值相比是提早3天。不过这阵煞直直落雨，恐惊会甲当日开的花蕊扫落地。民众赶紧把握机会，趁好天的时出门赏樱花。种子头、文殊公园、上野动物园等等赏樱花的好地点，拢是定人来来去去。頑張る季節来たなっていう感じもしてて、桜見て頑張ろうっていつも思ってます。很兴奋，然后想说哇，终于到了一个世界有名朝圣的地方，觉得很开心。对，日本上大的市场调查公司英德迪针对2500位受访者所做的赏樱花趋势研究报告指出，伫一直发生通货膨胀、中东战争，又个气候的因素的干扰之下，日本人赏樱花的开销甲规模，拢比去年搁较减。敢若38%的民众甲亲戚朋友同时规划赏樱花活动，
比去年减少2.1%。出外平均的开销也对去年的春天7407日票降做是6383日票。按算今年全国赏樱花的消费总额是2341億的日票，是去年总額的81.5%。やっぱり日本ってこういう座って花を見ながらお酒が飲めるとかそういう楽しさがやっぱり外国とは違うのかなってすごく思います。有一个人规气都唔去出名的景点，甲交通钱省起来，伫徛街附近的樱花树骹做伙食饭。也有人选择家己一个人，点点伫街路路欣赏美丽的樱花。用到的统计显示，有12%的受访者较介意家己赏樱花，人数是比去年加1.3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为着减省能源的使用，韩国按算要降低电子扛棒的强度。另外，伫咧荷兰有一对新人决定要穿二手礼服，佮甲婚礼办伫咧车站，希望来推广永续甲环保的观念。天色渐渐暗落来，大楼外壁的电子扛棒闪闪烁烁，这是首年光化门大埕上显捌的景象。其中一面大电视壁有4座篮球场遐尼大，而且怀揣伫建筑物上边，3D 的效果是谁人捌？不过南韩官方公布新的指示，建议电子扛棒伫日时的光度唔通超过7000则，暗时唔通超过500则，敢若剩即马光度的一半。各种原因是卖互路上的驾驶感觉伤插目，确保行车安全。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亚洲能源受到战争影响来严重欠缺，官方想要减少无必要的耗能。照这份指示，会当减少扛棒15%的用电量。不过，也有民众有无同款的想法。에너지 절약이요? 좀 미미하다고 생각하면 네, 뭐 이게 많은 게 아니잖아요. 최근 들어서 3개 생겼거든요. 요게 2개 생겼고 저 뒤에가 있는데 이렇게 크게 킨지는 얼마 안 돼가지고 뭐 생각보다 네, 클 것 같진 않아요. 에너지 절약은. 同款是为着节能减碳，可能有人想要为婚礼来落手。一对新婚阿母认为，新娘衫咧做的时嘛会排放温室气体，所以干那伫结婚迄一天穿，非常无环保。因决定穿二手衫裤的回收新娘衫，婚礼嘛要办伫火车站的大厅，表达对大众运输甲永续理念的支持。It's important because at the moment there are too many clothes in the world, and it's a lot of clothes are not wear that many times, and especially with wedding clothes, it's just wear one times mostly. 提供礼服的团体估计，做一束新娘衫所制作的碳排量，等于差不多是驶车驶250公里。这位新郎本身就伫永续发展领域做工课，伊表示，这场特别的婚礼，除了想要甲大家分享伊对因某的爱，嘛传达伊对地球的爱。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的新闻世界通，祝大家平安顺心。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